喺上集同大家講咗有班意大利嘅學生咧，喺地鐵同埋泰國人有一啲言語上嘅碰撞喎。不過唔係小碰撞，今次仲搞到好大鑊添。如果未睇上一集嘅朋友就記住睇翻啦。咁呢件事之後到而家有啲咩最新 update 呢？我就綜合咗唔同嘅新聞內容啦，精華咗今集嘅版本。咁大家就可以透過今集了解翻而家事情去到咩地步啦。任何人你都可以得罪，但千祈唔好玩泰國網民同埋泰國文化。講緊就係有一班意大利遊客喺地鐵上面大聲，完全唔理人感受，搞到有一位泰國女乘客忍唔住用英文出聲制止，點知對方反應仲更加過分。今次引申軒然大波嘅就係呢句説話啦。結果咧，有人就開始起底啦。大家都知泰國嘅網民有幾勁。哦，原來其中一個人係負責照顧學生嘅老師。尋晚佢哋仲去咗玩，坐住嘟嘟車，好開心。而戴眼鏡嗰位阿姨咧，就係講咗句佢就係引發事件嘅關鍵人物。呢個只係其中一部分啫，成條片其實有7分鐘幾。佢哋唔止喺嘟嘟車上面跳舞咁簡單，仲有得繼續深挖。尋晚嘅網民呢，大家都話呢條片一出呢，成個泰國人都齊心一致啦，因為真係接受唔到。最勁係你知唔知呢班人嚟參加咩旅行團？咩團？係文化交流團，學習其他國家嘅文化同傳統。即係話咧，其實係考察團嚟㗎啦，但係你做嘅嘢就係冇禮貌。泰國人嘅反應就鬧得更加之勁，話你明明係冇考察同埋文化交流。網民呢，繼續揾資料去睇下呢班意大利人嘅行程啦，睇下佢哋會去邊度遊覽泰國嘅美景。聽講話咧，由7月19號到8月3號會去好多個府，例如大城、蘭島、水上市場。公開咗酒店位置之後咧，梗係有更多人繼續深挖啦。係啊，因為大家都想知，如果佢哋真係見到我哋，佢哋會有咩感覺？佢哋會唔會道歉，或者對自己喺地鐵上做嘅事感到內疚呢？大家都覺得呢個情況真係好嚴重啦！呢個風波鬧到真係好大，甚至連意大利本地嘅主流傳媒都有報導嘅。好似 Il Messaggero 嘅，佢係一間喺羅馬設有總部非常之出名嘅報紙同埋網媒，都有報導呢件事。講到喺意大利年青人喺 BTS 地鐵上面嘅不當行為，搞到有成千上萬條留言湧入咗意大利駐曼谷大使館 Facebook 專頁。而家因為呢件事鬧得好大，真係搞到好嚴重啦。意大利駐泰國大使館都即刻出咗聲明，對今次發生嘅事件表示深切遺憾。同時大使館方面都公開譴責咗呢一班意大利遊客，話佢哋嘅行為係非常之唔恰當。意大利大使館方面表示，向泰國市民同所有唔舒服嘅人致以最深嘅歉意，話佢行為真係唔啱，強調佢唔代表所有意大利人都唔想大家一竹篙打一船人，只係某啲人嘅行為啫。大使館出完聲明之後就即刻叫佢喺泰國遊學嘅嗰班人錄一段自己鞠躬道歉嘅視頻。而家就等大家一齊嚟聽下佢哋嘅道歉片段啦。我對最近呢段時間所發生嘅種種事情感到非常抱歉，我非常之清楚明白到金錢係大家目前最為關注嘅一個重點。我對所有發生嘅嘢事正式向大家誠懇咁樣道歉。條片出咗之後，好多泰國人都話願意原諒，但係以後應該要尊重同埋尊敬你去旅遊或者探訪嘅地方、國家同埋當地人。意大利駐泰國大使館都出咗3種語言嘅聲明，分別係泰文、英文同埋意大利文，向泰國人道歉，同時譴責呢班變成網絡熱話嘅年輕人嘅行為。
意大利大使館呢都已經將呢條片上載咗，正式發表咗一份官方聲明，為發生咗嘅事件道歉，亦都表達咗深切嘅遺憾，希望呢件事可以成為一個學習機會。可能係因為意大利人唔了解泰國人嘅文化，亦都未必知道應該點樣去尊重人哋。喺社會入邊需要特別去留意呢一啲細節。同好多人一齊相處要點做呢？成個事件期間咧，有人問佢哋係咪一班遊客嚟嘅，有冇導遊帶隊？答案係有嘅。有個泰國導遊試過咧，想阻止走去同嗰班學生傾偈，但咧都控制唔到個場面，咁所以就有人質疑咁樣嘅情況，淨係得一個導遊去管理唔啱嘅遊客，係咪真係夠呢？跟住當呢段片流傳咗之後，就有人自稱係導遊個女發信息，佢表達嘅歉意同埋解釋，話佢媽媽做導遊其實淨係得一個人要照顧超過48個意大利遊客。上地鐵之前呢，已經同團友解釋過，話泰國文化唔應該喺地鐵度大聲講嘅，途中都不斷提醒佢哋。事發之後落咗地鐵即刻再鬧佢嗰班學生一次，但係因為團友人數太多，有啲學生嘅行為真係控制唔到，所以冇辦法完全控制成個場面。導遊個女話佢媽媽對於最近發生嘅事好唔開心，已經去咗同公司傾過，揾緊一啲初步嘅解決方法。聽講話公司之後會加多啲導遊去照顧旅行團。依家咧公司已經叫導遊暫時唔好再帶呢個團，等公司安排其他導遊去照顧嘅。跟住佢哋又出咗個聲明，話自己係嚟自意大利嘅考察團主辦單位。聲明入邊表達咗對事件嘅遺憾，亦都向泰國人道歉。佢話片入邊嗰班細路其實係學生，仲有好多都係未成年，嚟到係為咗文化交流同埋學習嘅外國生活。佢哋真係有交流，喺地鐵上面都交流嘅。你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入鄉隨俗啊？公司話青少年嘅活潑好動可能係原因之一，但呢個唔可以成為行為不當嘅藉口。佢哋強調部分學生嘅行為唔代表公司價值觀，亦都唔代表大部分學生。大部分學生都係帶住對主辦國嘅尊重嚟嘅。公司重申過去20幾年，佢哋已經帶嚟幾千個學生喺泰國，大家都仲係好欣賞泰國嘅文化、美麗同埋人情味，亦都再次強調會以尊重同負責任為基礎推動文化交流。因為肇事者都仲係未成年啦，所以好多網民留言都話，其實都係教育問題，反映到呢班學生家長嘅責任。其實我哋都想再講多次，呢件事唔係國籍問題，而係公共場合嘅禮貌問題。呢啲只係個別人嘅行為啫。不過件事未完嘅，唔知係咪同一班人，佢哋又喺拉馬9號嗰邊一間出名商場出現過，有大約8至9個意大利年青人啦。網民估計咧，應該都係同一班人。咁佢哋去睇商場入邊嘅活動攤位嘅免費贈品，嚟到人哋嘅贈品差唔多清晒，最後嘅職員真係頂唔順，要叫埋保安人員過嚟幫手處理。呢場風波仲未平息，各位觀眾朋友，呢件事越傳越廣之後，唔少網民都紛紛湧入原屬學校同旅遊公司嘅社交專頁留言，強烈要求對學生嘅行為作出警告。根據最新嘅傳媒報導指出，學校相關人士甚至片中某啲人喺個人社交媒體帳戶，網民都已經全部揾到晒出嚟。而家見到呢啲帳戶已經暫時關閉咗公開瀏覽功能。都有唔少網民留言講得幾串，喺泰國生活嘅人有好多。講返呢條片，仲有其他嘅泰國嘅意大利創作者都出聲啊，話嗰班年輕人真係好細個，佢哋唔明白泰國文化。仲呼籲大家要尊重去旅行嗰個國家嘅規矩同埋禮貌，即使我哋只係普通人，唔係創作者，去到邊個國家都好，其實我哋都代表緊自己國家嘅。你去唔同國家旅行，就好似你帶住自己國旗去一樣。泰國女演員 Prem Panida Takasi， 佢係泰意混血兒，最近都喺網上出嚟 post。作為一個喺意大利長大嘅人，真係覺得非常之羞家。我就聽晒佢哋嘅對話、用字同埋口音。我好肯定佢哋係嚟自 Siri 係意大利南部一個細地方，國內都知南部係最落後地區，因為地理同政治原因，所以話呢啲人嘅世界觀往往會變得比較窄一啲，好似從來未真正見過出面嘅大世界嘅，唔了解其他人嘅生活係點，唔明白出外旅遊要守規矩或者要尊重人哋係咩意思。因為佢哋平時淨係慣咗喺自己嘅圈子入邊生活，仲有好多外國遊客喺泰國玩，或者係旅遊類型嘅 influencer，
無論係意大利人定邊個國家都好，佢哋都出嚟講過呢個話題，話喺 BTS 地鐵上面做呢啲行為真係唔可愛。留言係講笑，但係心底真係咁話國法軟弱，但係村規硬淨，法律唔準傷害人，不如精神上傷害佢，然後 post 張截斷意粉嘅相。有啲人又話可以咁樣原諒嘅，不過懲罰就係一定要嚟食晒成個菠蘿披薩。不過總之而家有道歉片段出嚟嘅，唔少泰國人都話可以原諒，但應該記住當教訓，唔好再做呢啲嘢。好似嗰個拍片女仔，即係嗰個出聲提醒之後又俾人鬧嗰個，佢自己都出嚟講過，話見到道歉片段，對方都係向泰國道歉，但就冇向佢本人道歉，向佢舉中指取笑佢、歧視佢嗰啲嘅道歉，好似話去報警。其實因為佢哋未入車廂之前已經好嘈，我想請問啦 BTS 作為營運方，因為我搭 BTS 都係有俾錢，大家其實都係一樣應該要有啲措施去預防翻呢類情況，或者唔好再發生呢啲事，定係應該要有啲溝通啲呢？可以預防到嘅。因為其實咧呢啲行為都係犯法嘅，例如喺中指或者用粗口鬧人呢，其實都係屬於公然侮辱罪嘅。聽講佢哋都會去報警嘅。而且好似我之前講過，泰國網民真係好犀利嘅，佢哋連人哋嘅行程表都揾到，知道佢幾時去邊度、幾點去，仲會將佢行程公開出嚟，大家一齊分享。話某日佢會去芭提雅附近嘅 Koh Land 島，一有新聞話有人分享旅遊行程，就會有啲留言，喂，準備迎接下啦，準備迎接下啦。咁我哋新聞團隊就去咗芭提雅嘅巴厘嗨碼頭現場視察。現場氣氛睇落都十分正常，有泰國芭提雅警署嘅警員一直喺度執勤，負責維持安全同埋巡查秩序，並冇出現大家擔心會發生嘅混亂情況。如果聽翻道歉片段，佢哋話佢行為唔恰當或者唔乖嘅細路，會即刻遣送翻去佢哋原本嘅原居國家。唔好咁做啊！泰國真係好似天堂嘅，泰國人好 nice， 生活喺度簡直係享受。佢哋係唯一遇到咩事都保持笑容嘅民族，就算心入邊唔舒服都會放低，唔會發作。呢個就係泰國人嘅性格。但係如果你想擊佢泰國人呢，本來係人間天堂嘅泰國，分分鐘會變做人間地獄，好快嘅。冬蔭功好味啦，但係其實冬蔭都可以好辣嘅，因為佢哋見到泰國人好好人，所以就覺得哦好人啫，咁就踩上嚟。今次呢件事件，我覺得就叫做圓滿解決咗㗎啦，因為當事人出咗嚟道歉。而涉事嘅學生呢，仲被安排盡快返意大利喎，咁所以我覺得個情況呢係正面嘅。我亦都相信泰國人已經原諒呢一班學生㗎啦。咁話說回來啦，喺我睇咁多新聞同埋翻譯裏面呢，我係發覺泰國人對今次呢件事嘅反應呢係激咗嘅。唔知點解咁激，即係當然都係好嬲啦，因為觸及到佢哋一啲底線啦、自尊啦，同埋民族意識啦。咁但係咧，其實之前喺泰國發生咗好多事，泰國網民完全係冇聲嘅喎，唔會咁大聲嘅喎，亦都唔會走去起底嘅。例如上一年審計大樓倒塌，因為緬甸地震而餘震呢，令到審計大樓倒塌呢件事呢，我覺得係非常之嚴重嘅，因為裡面牽涉到好多嘅家庭係冇咗親人啦，死咗好多人啦。當地嘅傳媒亦都深挖咗，原來嗰個倒塌事件呢係牽涉到嚴重嘅貪污、嚴重嘅人為問題嘅。咁到頭嚟到依家有冇人真係坐監呢？可能有啲人俾人炒咗嘅，但係有冇聲呢？成個社會呢根本就係靜晒咯。到1週年嘅時候就揾班大師啊，揾班僧侶過嚟超度下咁件事又係到依家好似不了了之咁。咁所以我點解覺得今次呢件事佢哋係過激呢？因為我係比較翻之前2025年，其實都發現咗好多問題。旅客過嚟唔禮貌啦，喺地鐵大聲啊，又或者一啲灰產嘅問題，啲旅客直頭係揸住個旅遊簽證做生意而避稅啊，又或者做緊啲非法活動啊等等，咁我都唔覺得泰國網民有咁激嘅反應咯。咁今次啲學生呢，當然行為係有問題啦，而且又撞啱咗一個敢言嘅泰國女仔啦，
而呢個泰國女仔咧，而家仲話要去報警告翻啲學生添。咁如果網民或者泰國人可以去到咁盡嘅話，點解佢哋又唔對過往甚至而家正在發生緊嘅事而發聲呢？例如 KK 園，大家都知泰國做咗人口中轉站噶嘛，網民有冇發到聲呢？佢哋淨係識得話驚啫喎。所以一個社會啦，如果冇一個好嘅制度，冇一個宣洩嘅渠道呢，你可以睇得出泰國人一有啲咩事，而家就好似觸動到佢哋嘅敏感神經咁，會乘機有啲放大咯。咁可能呢，我咁講，有啲人會覺得過分咗嘅，唔知你覺得點睇呢？快啲留言俾我，話俾我聽，你有咩意見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未訂閱嘅就訂閱啦。將來泰國有啲咩重大嘅新聞，我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